那个就是在洪源早牛，就是早上起来就是满地都是雪。古村那个第一书记戴芙蓉，然后我们把他带到我们一起给那个吴伯父老伯伯嘎斯起来给他剪头发。这就是我们日步乡若古村呢，他们昨年子开看花节的时候，他们每年都要搞。本来呢是喜欢搞摄影，就拍了很多当地的很漂亮的那个风景照片啊、视频这些，然后呢就利用咱们的这个朋友圈、微视、新浪微博、抖音这些平台，然后进行发布，然后总共是发布了大概差不多3000多条那个视频，然后阅读量呢大概是在50-60万左右。通过这些发布呢，就是让外界更多的了解到咱们这个日步乡当地的人文啊、风光啊、物产啊这些。这些年每天呢，我发的朋友圈发的量有点大，就是至少是3个以上。很多人都说我是比微商发的还刷屏还厉害。何鑫，2017年年底从四川省崇州市来到马尔康市日步乡开展援藏扶贫工作。为增收，这里的许多小山村大面积种植了红皮土豆。丰收后，村民遭遇了销售难题。过去2年多，何鑫依靠拍照片、拍视频和网络直播，累计在线销售红皮土豆250吨，帮助村民实现了增收。他也成为了日步乡的网红。厨子，怎么样？还是好，就今天就开始挖了。对，我看这次今年的洋芋那个品质还是可以，嘎。还是好，土豆马上上市了。推销和推广的方面，还请何书记麻烦你一下，谢谢。对，要得。这个你给老百姓说一下，嘎，这个洋芋呢挖的时候哈，注意不要挖伤了、挖烂了，嘎。好。2个是你们库房准备好没有？库房是准备好的。准备好的，在我们日步乡政府。反正一定要保证品质，嘎。2020年，日步乡的红皮土豆走进了四川省年货节，还签下了出口欧洲的订单。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红皮土豆销往欧洲的订单流失了。2020年6月，这里又遭遇冰雹天气，大量农作物受灾。今年的红皮土豆如何销售？何鑫被寄予厚望。反正今年子我们再策划一下嘛，嘎。好的。今年子这个想办法，这个还是有可能的。好的。反正我们先把那个本土市场先铺出去，嘎，然后全国的市场铺出去。出口的事情等那个新冠肺炎好转了以后，我们再来想办法。好的。先拍段视频，我们在那个抖音上我们先发一下，抖音啊、朋友圈先发一下，先做个宣传，嘎。好的。先把那个超市声势炒起来，嘎。好的。你来挖，我来拍，嘎。好。对。来，各位老铁，大家看一下啊，咱们的那个雅拉神山红皮土豆啊，就是产自于咱们那个马尔康最高峰雅拉神山脚下，这个是纯粹用雪水灌溉的，没有任何农残的，他们是又使用原生态的耕种方式。现在是到了收获的季节了啊，咱们这个土豆啊是符合欧盟出口标准的，日照时长是超过2000个小时的，这个就是咱们那个本地老百姓在高海拔地区啊，干点活非常不容易啊。这个希望各位老铁双击给个小红心，然后多多购买咱们的产品啊。何鑫在朋友圈发布了一条视频后，立即驱车赶往乡政府。
他要与乡干部商量，如何打开红皮土豆的线下销售渠道。昨天那个方案是看了哈，但是呢，那个总体品相还是可以，就是看各位包身干部呢，这个下去统计下你们各自村上个今年的洋芋的实际产量，就是特别是红皮洋芋的实际产量到底有好多个。这个我们下周就准备开始进超市进行销售了，就要上架了。同时线上线下都要展开了。今年集体经济的这个，我们最后的希望就在土豆上面了。还有下面马尔康，其实不只是一个超市，下面还有个大润发，都可以对接一下。政府带头人跟到这个超市，马尔康的各大超市、友邻超市各个方面签这个销售协议，从而就这个稳定货源，有人管理，做到有管理、有资金、有场所，肯定这种就是要好一些。所以说这个集体经济这个事情呢，就由这个核心附属经理来这个全权负责一下，嘎，就争取今年我们集体经济不受疫情的这个影响，能够这个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对，我昨天那个是刚刚我们在挖，我就发了个朋友圈。是这样的，那个我们的现在还没上架呢，但是那个估计下周就会上架，到时候还是那个链接，到时候您直接点链接购买就行。哦，那也行。如果您着急吃呢，我这个明天我就带点下去到马尔康给您寄过来。到时候我把那个合作社的付款码发给您，您直接支付就行，好吧？哎，好，谢谢您。何鑫在朋友圈发视频后不久，收获了第一笔订单。采用线上销售红皮土豆是他下乡调研后得出的结论。长期以来，由于日步乡的农副产品远离城镇，加上道路不便、物流和时间成本高，线下销售困难较大。每次下来，这个车牌号都糊住了，这个停个车什么的，它都识别不了，这就有点差异。这个高压锅、案板，这里头的调料、锅碗瓢盆那些，齐的看嘛。这底下是个烤盘，这底下是个气炉子，午餐肉那些啥都有。方便面，整出经验了。因为这个路呢是咱们在建的一个 S220省道的一条路，这个就是从马尔康到日步乡这个路，这个路呢本来就是在这个顺着这个河谷修的，修建难度很大，这个以前的路基又很窄嘛，现在都做这个拓宽，所以他就会做了一个交通管制，有时候会遇到塌方啊、泥石流什么的。所以那个它是交通管制，是早上10点钟一般就要开始交通管制。所以说，如果是走得太晚的话呢，那个过了10点钟没有过那个交通管制这个点的话，就走不了了，就得等到晚上下午6、7点才能继续走。所以说非得那个早上5点钟才就得起来。其实我第一次到日步乡呢，下午4点左右出发，然后走到11点了还没到。然后那个路呢越走越窄，越走越黑，然后确实说实话啊，当时心里还是蛮绝望的，太偏僻了。这个快有时候在路上困个1、2天也是很正常的事儿。所以说这个社会以后呢，我车里边就随时放着吃的东西，就是心态也变得特别好啊，就堵车就堵呗，味道还行啊。让何鑫高兴的是，从日步乡至马尔康城区的127公里山路将在明年贯通。那时，日步乡的优质农特产品就能轻松进城了。快！掉石头，快！这个地方啊，这个上回就差30秒，差点被埋了，幸好是倒车倒得快啊！快倒！等！倒车，快！走！往后倒，这儿要不得，往后倒，快点！倒车慢一下就走了。
我来马尔康援藏呢，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是这个咱们国家的一个脱贫攻坚的大的一个背景。总书记呢提出呢要在2020年全面消灭贫困，所以呢当初这个咱们单位啊就是通知就是选派援藏干部的时候呢，我就主动报名来了。我的爷爷奶奶是老红军，老一辈呢有一个心愿，就是说他们当年啊在马尔康，红军过雪山过草地，多亏了马尔康当地的老百姓给红军筹粮筹款，给予了红军很大的支持和帮助，所以老一辈呢一直有这样一个心愿，说那个子孙后代一定要有一辈人到这个地方来还人情。6个小时后，何欣来到了马尔康市经济商务和信息化局。日步乡红皮土豆走进马尔康超市的事，还需要他衔接。今年子目前的总量大概可以商品化的还是有个200吨的样子。其实本土呢还是有优势，因为本土呢它有个运费成本它就没得那么高。我们马尔康的农产品呢，正儿八经属于说是墙内开花墙外香的那种情况比较多，能够买到本地的农产品，这种我觉得还真还不错，消费者还很感兴趣。对。这个是它那个品控呢是就由合作社来把关，合作社把关以后呢进行初次筛选，然后在进行公司进行2次销售的时候，在进超市之前要进行2次筛选。对。保证每颗洋芋确实都是达标的。那个价格啊那些，我们干做量执行还行不行？要的，检测报告还有辅导那些，我们这边备个案，把资料出齐了之后就可以马上上架了。对。然后那个价格嘛就反正跟去年执行了。要得，反正我们尽量的这个还是为日步乡做点贡献嘛。感谢。目前，相比线下销售，网络销售是日步乡红皮土豆最重要的销售方式。土豆上市前夕，何欣还要做一件事，就是带动更多日步乡村民利用网络销售自家的农特产品。把我的面部刚好放到黄金分割线高头那个位置，嘎，2个线交叉那个位置，嘎，从远到近慢慢移动过来，手要短稳啊，手一定要短稳，手一定要短稳啊，对，然后刚好我伸手去拿那个动作，好配到，好，然后一定在开始和停顿以后呢，前后都要留个3秒的一个起伏和落伏哈，对，你那个手还端得很稳，这种推的镜头还是可以。像反正以后呢，就是像你的抖音啊，你的这个微信啊那些嘎，里头的视频拍摄嘎，你自己要多练嘎，多练要看自己慢慢把那视频越拍越好，以后那个你的粉丝也就越来越多了嘎，销售这块呢销量也就慢慢就上去了，是吧？对，加油嘎！确日。日步乡雅拉山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面对镜头，他显得很腼腆。核心要做的就是鼓励，再鼓励。准备好了吗？好了。大家好，我是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市日步乡巴啷村的人。今天呢，我们是刚刚挖出这个红皮土豆。任何一个地方的地方经济发展呢，都得依赖于他们当地人的成长和进步。我的目的呢，是想留下一支带不走的产业队伍。今天来收那个老百姓的土豆了，红皮土豆，雅拉神山红皮土豆。过几天呢，就会把它表面晒干，然后就要装车发货了。哎呀，安逸，巴适的。对，可以哦，今天一天收入500哦。通过网络，何欣把日步乡的农特产品与远方的消费者联系在了一起。2020年9月7日，何欣又把远在南京的爱心与日步乡的孩子们联系在了一起。今天，来自南京的爱心人士带来了衣物、书籍、教具等物资，价值4万余元。一直以来是属于这个地处偏远，条件呢非常艰苦。我在这儿已经3年了。
也是有很多朋友呢，就是在问，看看这边有没有需要帮助的孩子，甚至还有一些做好是不是愿意留名的，对吧？但是呢，我的观点呢是觉得那个做好事还是要留名，因为他们做这些事儿，通过我的朋友圈的发布以及一些平台的发布呢，它是可以带动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今天，南京的爱心人士和日步乡的7名贫困生签订了资助协议。就是3万块钱。啊，快点。哦，那个3万块钱呢是存在这个卡上。从今年子开始存，每年存5000。一直存到他读大学。就是说他考起大学以后才拿到那个钱哦。意思就是说这个钱现在是拿不到的。啊，快点。哦，要考起大学了，这个钱就作为他大学4年的生活费。快点。在核心的协调下，南京的爱心人士为马尔康市的3个乡已累计捐赠物资及助学金超过150万元。这3年呢，我争取的社会资源70%-80%是用在了教育方面，因为我想呢，因为教育才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一个根本之策，所以说在教育方面投入是比较大的。我相信呢，这个地方将来通过1代人、2代人的努力，这些孩子通过读书去改变自己的命运。此时，核心得到一个好消息：雅拉山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和成都的一家企业签订了2吨红皮土豆的销售协议。在核心看来，更多家庭想要脱贫致富，还得靠产业发展。这是我们的土豆的库房，这是一个标准化的冷库。在这个冷库里边，咱们的土豆呢可以实现1年的保鲜。时间好了，你休息吧。周总，我们这个就开始做新鲜土豆了。昨天挖的新鲜土豆，这几天就到中国集团给你们送过来，谢谢。他这些年呢，也确实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和进步。现在他下一步呢，我是准备送他去那个外面的集团公司跟班学习一段时间，让他更加的去融入外面的商业社会，让他更加具备现代的一些商业思维吧。我希望呢，通过以去日为标杆为榜样，能够带动更多的这个年轻人参与进来，带动老百姓的一个共同的征收。看着装有2吨红皮土豆的车驶出日步乡，核心轻松不起来，因为日步乡还有198吨红皮土豆急需销售。核心决定马上去山上直播。去年，为了销售红皮土豆，他一天连续直播了8个小时。准备开播。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啊！欢迎大家，很久没有开播了。现在咱们看到的下边这一片，有点像小瑞士一样的这么一个非常优美的田园风光啊。土豆就是从这片土地产出来的。这片土地呢，它以前是生产贡品青稞、贡品土豆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的土质特别的好，所以说这个在高原地区从事农耕呢，这个是特别的不容易，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地方呢，在3年前呢，还是国家的深度贫困地区，大家的那个老百姓的生活非常不容易啊。就是咱们那个脱贫攻坚开始以后呢，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办法，帮助老百姓去增加收入，这个土豆呢，也是咱们当地的一个重要的农作物。跟咱们的日步乡党委班子的共同努力呢，这3年呢，我们就是推出了以那个雅拉神山和9大海2个品牌的一个系列产品，总共是推出了41个品类。通过微店的那个朋友圈的转发，
然后呢，通过去寻找北京的一些资源，我们在18、19年，在那个搞了多次的那个直播带货，效果呢也是非常的不错。光通过土豆，每家每户的征收呢都是在2000元左右。感谢收到礼物的朋友啊，简单也可以，谢谢。今天的观众总数是1988，新增了59个粉丝，还行哈。这个20人评论，音浪就挺惨了，今天音浪只有11个音浪，历史最低。观众总数还行。由于忙着脱贫攻坚，何鑫已有2个月没有直播了。来日不乡援藏以前，何鑫的朋友圈主题是诗和远方。奔赴脱贫攻坚战线后，他的朋友圈更多的是脚下的土地和日步乡的村民。基层工作不易，是远方的一句问候呢，足以给我打满鸡血了。2020年9月11日，何鑫带着日步乡的红皮土豆走进了马尔康的一家超市。今天我们那个日步乡的雅拉神山红皮土豆现在已经在超市上架了啊！欢迎各位前来购买，谢谢，感谢支持。大家如果是在马尔康或者路过马尔康的，就可以现在已经是可以到马尔康的邻里超市来进行一个选购了啊。下一步呢，我们很快就会在咱们那个雅拉神山珍品的网店上进行上架，大家可以就是说到时候在网上在手机上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好，谢谢大家。日步乡的大量红皮土豆作为生鲜农产品出售，不宜长途运输，物流成本高，附加值低。何鑫正考虑招商引资，在马尔康建立土豆深加工工厂。为了帮助更多有创业愿望和立志成为带货主播的年轻人，何鑫与共青团马尔康市委协商，设立了青年创业基地和带货主播孵化器。可能下一步呢，还要增加更多的主播，对，那这头呢，可能还需要我们宋书记多给点支持吧。对。没事，这个呢，我说在场地上呢，我这边肯定是尽最大的努力，对，给你们支持，还好把这个企业带出来，对，带动我们更多的日步乡老百姓和马尔康老百姓自负增收。得益于现在的那个网络的日新月异的发展，还有高科技的手段的不断更新，我们可以去做一些以前不敢想的事情，都借助于当下这个时代的各种带给我们的便利，都可以去实现这些目标。时代是浪，我们乘浪而行。实际上，通过这个原始的耕种方式去种植出来的，没有播撒农药和化肥。作为日步乡的网红，何鑫将偏远山村的人和农产品接入了中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当960平方公里的日步乡与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同频共振时，日步乡不再偏远，它成为了一张巨大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让村民成为网民，再成长为网红，这是何鑫努力的方向。未来，他还将继续追随爷爷奶奶的长征足迹，奋力奔跑。